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及吧嘅敗家生活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泰臣啊！今日要同大家開箱嘅係中國勁酒。首先利益申報，呢條片係冇收任何贊助費嘅，本身有，但係咧就喺聖誕節期間咧，個 agent 問我有冇興趣接呢個廣告，拍一條勁酒同埋 cocktail crossover 嘅影片，整個聖誕特飲喎，我就推咗呢個 job。因為咧呢支酒個名勁老土啊，其次就係中國嘅黃酒同埋聖誕九唔搭八喎，點樣 mix 埋一齊做 cocktail 啊？後來俾我發現咗，原來呢一支勁酒咧，佢係中國嘅寶酒嚟嘅，裡面蘊含咗8種藥材，包括淮山、仙茅、當歸、杞子、黃芪、飲養科、玉桂同埋丁香。具有免疫調節功能，喺中國唔係所有標注養生補氣嘅酒都能夠叫保健酒嘅，只有通過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備案，獲得藍帽子嘅標籤，即係保健食品嘅批准文號啊，呢類產品先具備合法嘅保健功能。中國勁酒正正就係呢一類產品啦。佢喺2023年最新版嘅保健食品原料目錄裏面明確列出咗主要成分，例如黃芪、飲養科、枸杞子等等啦，並標注咗免疫調節呢一個功能，咁意味住咧佢嘅功效唔係噱頭啊，而係真係有臨床驗證同埋法規支撐嘅。針對住中國勁酒呢一種酒精含量35度嘅低度數保健酒咧，推薦每日飲用份量係20毫升啊，分次服用效果更佳。比如早餐啊或者晚餐前半個鐘飲用咧，有助於吸收其中嘅有效成分。記得佢唔係神藥啊，飲得多都係冇益嘅。體質虛弱、易感冒嘅人士可以適量咁飲用，健康人群就唔使依賴㗎啦。有人會問，飲咗勁酒之後仲可唔可以食西藥？咁就梗係唔得啦，最好飯前飯後隔2個鐘啊。但係當然病緊就梗係唔好補身啦。你問10個中醫10個都係咁樣講㗎啦。嗱，今日拍呢條片就梗係唔係教大家齋飲落肚咁簡單啦。溝 cocktail 頭先講咗啦，我覺得唔夾，但係有一樣嘢係好夾嘅，就係拎嚟煲雞湯。廢話講完，馬上教學。咁首先我哋當然係要買隻雞翻嚟先啦。咁百佳金御膳嘅芝麻雞咧，我記得最平好似40蚊一隻。咁我哋煲湯咧就唔需要買啲太貴啊、太靚嘅雞㗎啦，因為都係要去揼鼻嘅啫。咁買咗隻雞翻嚟咁啊處理咗先啦。中意斬就斬，唔中意嘅就剪。呢把張小泉咧非常好力啊，非常之鋒利，剪雞完全冇難度。咁通常我煲湯咧，雞髀同雞翼我都唔會放落去嘅，留翻嚟下次食。剩翻落嚟嘅雞件咧，我哋就要洗咗佢。咁係咁意沖一沖之後咧，我哋就要出水。出水咧就係凍水落雞啊，用翻個養生鍋，着咗機，開着佢 DIY。咁養生鍋嘅好處咧就係唔使睇火，火力夠晒猛。滾咗之後咧，佢會自動調節溫度。咁我哋一冚埋個蓋，等佢滾。滾咗之後咧，就攞翻晒啲雞出嚟換水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咁出水嘅目的咧，就係想佢排走晒啲血水啊、污糟嘢出嚟，令到一陣煲嗰啖湯咧就乾淨啲、靚啲。嗱，而家出完水啦，啲污糟嘢走晒出嚟啦，撈起翻晒啲雞，你睇啲水幾乸渣。之後我哋要預備啲薑，3-4塊到啦。咁本身薑咧都有驅寒嘅功效嘅，咁去唔去皮咧隨得你。咁正如頭先所講啦，本身支勁酒裏面咧都有豐富嘅藥材，所以咧我哋煲湯嘅配料唔使多嘅，預備適量嘅蟲草花，頭先嘅薑片啦，另外去咗核嘅紅棗，仲有杞子。咁其實呢啲份量咧就唔需要話好標準跟話幾多粒啊、幾多 gram 嘅，自己中意就得噶啦。好似我咁，我中意紅棗味濃啲嘅，咁咪落多啲咯。杞子喺拼多多買勁平，咪又落多啲咯。咁喺拼多多嗰度咧，我曾經見過啲去紅棗核嗰啲工具，咁其實咧係廢嘅，因為粒粒紅棗咧都唔同 size。你點樣可以一個工具去捅穿晒唔同 size 嘅紅棗呢？所以用翻最簡單直接嘅方法，就係用鉸剪剪，咁樣就挑咗粒核出嚟噶啦。咁呢把鉸剪呢，就唔係拼多多嘅，係 Scotch 3M 嘅，千色店啊、日本城都有得賣噶啦。佢嘅好處呢，係利得嚟，又唔係好利。如果大家剪紅棗核嘅話，做呢啲咁精細嘅嘢，用翻頭先嗰把張小泉嘅鉸剪呢，咁就大材小用。仲好容易出事添，輕則就剪爛粒核，重則咧就剪到手，煲啖湯啫，發生血光之災就唔好啦。之後我哋又將啲配料係咁意沖一沖水先，然後我哋將頭先出咗水嘅雞掉落去，再加埋啲配料，之後加水。嗱，今次煲湯咧，我哋加水咧就加到去 max 呢條線。但係如果啲雞你係想食埋當雞酒咁食嘅話咧，咁就落少啲水。勁酒同埋水嘅比例係1:1，落水。
咁你開機，揀翻煲湯功能，然後佢就會用大火煲，煲滾咗之後，佢個火力咧就會自動調節噶啦。2個鐘之後，佢就會變成保溫功能。基本上而家咧就唔使望住佢噶啦。差啲唔記得，仲有今日嘅主角勁酒。咁呢支係500毫升嘅，咁我哋攞一半。中意嘅加幾粒鹽，唔加都一樣得。冚蓋等飲。其實杞子咧就係最後落嘅，咁但係如果懶嘅話，好似我咁就唔使理嘅，一次過倒晒落去，其實係冇乜分別嘅。煲完2個鐘之後咧，啲雞油就會出晒嚟噶啦。以前我就會用最古老嘅做法，就係用個湯殼啦，一斤斤咁將啲油咧滗走佢。咁但係咧呢個方法會連啲湯都滗走埋。而家買呢一張之前介紹過嘅吸油紙放落去，冇油佢係吸唔到噶啦。一張唔得嘅就2張，咁就唔使怕撇油撇到手軟，連啲湯都滗走埋啦。啖湯超級好味啊！啲酒味同埋啲雞咧滲入晒落去啲湯度，飲完之後個身暖粒粒。天氣凍嘅時候飲埋用嚟暖身真係一流噶，酒精揮發晒，一啲醉意都冇，仲發發聲添啊！成個男人翻晒嚟，加埋印度神油仲如虎添翼添啊！嗱，大家睇完之後咧，係咪覺得好吸引咧？嗱聲買翻支翻屋企試下啦！香港惠康做緊95蚊一支。呢支喺香港買嘅，咁但係咧，俾我發現到喺拼多多買咧就平一半啊，55蚊一支咋。不過就唔俾運落嚟香港，大家有機會嘅翻開大陸，去大陸啲超市度睇下，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㗎。最後做埋個總結啦，勁酒雞湯結合咗中國嘅勁酒啦。具有補腎壯陽、滋陰填精嘅功效，能夠改善精神不振。男人飲咧就最啱噶啦。正所謂男人要進補，及早冇煩惱啊嘛。雞湯暖胃，勁酒行氣活血，兩者結合咗一齊啊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舒緩到關節疼痛啊，同埋因濕寒引起嘅體質虛弱，益氣健脾。配合咗黃芪咧，具有益氣健脾嘅作用，能夠提升免疫力、抗疲勞，能夠輔助改善到產後體虛嘅症狀，對產後身體虛弱啊、腰痛啊、手腳麻痹咧係有一定嘅調理作用嘅。部分成分亦都有助於女性滋陰養顏。總括而言啦，適量咁食用可以舒緩到四肢嘅酸痛、腰膝疼痛啦，並且有暖胃啊、驅寒啊、滋陰養顏嘅功效，適合體虛啊、產後或者畏寒嘅人士飲用，男女都飲得啊。有網上面嘅資料睇到啊，有人話可以調理到女性嘅週期不適同經痛講拜拜咁話，經期唔準都醫得翻好。嗱，不過咧我就覺得冇乜科學根據啦。一來酒精會刺激到子宮收縮，經期飲酒本身就可能會導致月經量增加、經期延長啊，或者加重到痛經等等各種嘅問題。所以我勸女士們都係可免則免啦。如果真係要飲嘅，不妨煲嘅時候已經落定支勁酒，煲佢3、5、7個鐘咧，乜嘢酒精都揮發晒㗎啦，咁咪冇問題咯。今集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中意嘅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，follow 埋個 IG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